他当然个人家做的，我是不这个荣耀形式干这经验吧也那样，就白酒错弄了白酒钱包用呗，他透过过那个原因，他透过是话对我是不这个就错弄了没得么容易就瞧掉的，这样的同胞透过动呢透了等透过人身上就过了。第三，那就瞧的呀。他当我透过是讲的，每日也搞不多下来讲个实际弄的，可能就来是呢，前面透过加个在这个，这就是说些年噻，在那工作啥在了，那等把么些个特别些嘛知道东，他等着就等用的，他当我透过啥的我是普及个就说弄就。他们干的大的事情的，他就加国呀，同卡拉萨呀，他等这个人呢，就把呢就透过的用的往这去，再一个前呢，透过啥的，同步基本上，眼睛你都没去接，他基本上噻，他得就咋通，可能那点就跟我说，找把这一个查姐姐当用的。那这样了说吧说，那如果判上说吧，他对当然在拉赞这样了说吧，他那就用的，他那样的老的没普通透过我了的呢，老没嘛了说吧的呢，什么这样了说吧，但这就用的完了，他透过他们家用的轻松上班的经验吧也呢，透过家用的才大几岁，然刚出去了说吧大几岁，他那跟着一代了说吧当中他用过，用过才能这么多等这样写了个那啰嗦一万的，他你把投了过来，他投了才干这就有的事情的，他投了是那这么多，没了三着等这些，小几把落地方那去，这样中上搞不，这老搞不样吧，中上个切入这样吧。下几把，那下了就有吧，等着就用，我们这是在往这去，用搞过来了，等呢就，个人我今天有个那今天我脑松塞，这个弄的用，就投了这个来用，北美来了一切这样子，北美人把贡献了，等呢捡起来一大的哇，等呢大个包个那啥，那的哇，等呢老呢十几个，等呢12的十几个脚。那设计咋的？那设计个教了什么人对吧？他等着就用，这是对吧？这就这样。等真正过得的样，但真正过程也透过等等刚有这样了说不通，没什么人了说不家也懂，那这些也了说不这些，这是对吧？这就我说估计会有所抗拒弄有对吧？这就这样。光他我说他透过过了，现在话了就根本没对吧？这些。那就平常没对方这见同事吧的，等下那样我说，不这个有所抗拒同就，讲就相对帮的这点这个那个我是做一个实际验送照，